精準篩選每場圈點嘅馬，準確鎖定前4名組合，多次好成績證明模型具備高度可重複性。效率碾壓優勢，因為傳統分析需要幾個鐘，V6.8 只要幾秒就完成精準深度推理。模型6.8喺每個賽事都命中多場4重彩嘅技術啟示。模型6.8對於任何需要處理複雜變量同不確定性嘅領域都有超水準表現。模型6.8唔會進行外部搜索，保證專用分析資料嘅可靠性。高精度數據分析，能夠處理海量賽馬往績、資料數據同埋實時變量，強大推理能力，喺有限參賽馬中精準鎖定前4名排序，穩定可靠，連續多場保持高命中率，絕非偶然結果。今期做一個總結， AI 模型嘅分析能力係有目共睹嘅。過去多個實證預示幾十萬嘅4重彩都有機會中到。4重彩嘅組合係當有2匹10倍以上馬入嚟就過10萬派彩。V6.8 喺10倍以上馬都時有佳作，咁下次中幾十萬嘅就可能係你啦。即刻加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。多謝觀賞，支持我哋，請加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。